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黎阳王朝的魔道势力孱弱，再加上徐骁马踏江湖之后，魔道修士就不敢再露面了。不过北莽的江湖却不一样，北莽王朝对于所谓的魔道宗门不打压，任由他们发展。因此，在北莽除了10大高手之外，还有10大魔道巨擘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排在前5的是哪几个。第4位，薛宋关。薛宋关是一位木盲琴师，身负一手妙不可言的指玄神通。天下指玄当中，邓太阿排第1，韩雕寺排第2，第3就是薛宋关了。韩雕寺擅长指玄杀天象，薛宋关则是擅长指玄杀金刚，一手绝技胡笳18拍，不知多少金刚高手葬送在他的手下。除了是北莽第5大魔头之外，薛宋关还是杀手榜上排名第3的杀手，和呵呵姑娘并列。徐凤年第1次游历北莽时行踪暴露，薛宋关被北凉王义子姚简和叶锡珍用500两黄金收买来刺杀徐凤年。不过丑庐山早就掌握了情报，于是便找到他，又以500两黄金买徐凤年活。因此徐凤年虽然在这一战身受重伤，但还是活了下来。这一战之后啊，薛宋关就护送西蜀太子去南诏了。在这段过程中，和太子苏苏有了感情，2人走到了一起。后苏苏因为陈之豹纠犯西蜀，打乱了他和北凉的约定，为此一直对北凉和徐凤年心存愧疚。为了帮助苏苏偿还对北凉的愧疚，据北城一战，薛宋关也来了。作为18宗师之一的他，在偷拦截剑雨和巨石，气机全无的他，在程白霜的帮助下才活了下来。大战结束后，薛宋关和苏苏一起隐居了，2人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北莽有10大魔头的存在。那么排进前3的是哪几位呢？第3位，段毛邓茂。邓茂在武平榜上排名天下第9，按实力来说，他其实不止这个名字。他有一杆断毛，蓄意养气了20年的时间，虽是天象境，但如果弃毛后拼尽一生修为的话，能够杀死陆地神仙。邓茂不像那些天才一样境界一日千里，他的每个境界都是实打实熬出来的。在洛阳入住逐鹿山后，邓茂和洛阳一战，败给洛阳之后，就跟随了洛阳一段时间。在洛阳离开北莽去到徐凤年身边后，邓茂就成为了北莽太子的客卿，在2莽大战中担任太子的护卫。据北城一战，邓茂被大天象境的轩辕清风盯上，2人拼死一战，发了疯的轩辕清风拼着以命换命的代价将邓茂给斩杀，自己也重伤垂死，最后被呵呵姑娘给救了回去。第2位，仲良。仲良是北莽大将军仲神通的弟弟，早期在徐凤年的情报当中，仲良应该是10大魔头排名第4的，但是在遇到洛阳之后，洛阳说过仲良紧随自己之后，并且在他之后的9大魔头，也就只有仲良能够入他的眼。由此可以断定，徐凤年当年的情报有误，仲良隐藏了自己的实力。而仲良也确实是一个武道天才，就连北莽军神拓跋菩萨都曾说过，仲良的资历要远胜于自己。在江湖游历的多年时间里，仲良才百家所长，将所有的绝招融合于一身，走的武道路子和徐凤年差不多。仲良是北莽江湖当中入指玄最快的人。据北城之战前说的，仲良是由2品小宗师直入指玄境的。在洛阳横空出世之前，他是北莽第1天才。据北城之战中，仲良对上王仙芝首徒于新郎，阻拦了于新郎很长时间，致使楼皇身死。看着师弟身死后，于新郎怒了，境界再上半步，最终将仲良给斩杀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，北莽王朝对于所谓的魔道宗门不打压，因此衍生出了不少的魔道巨擘。在北莽，除了有10大高手之外，魔道修士也有排名。那么排名第1的又是谁呢？第1位，洛阳。北莽第1大魔头洛阳，真实身份乃是800年前的大秦皇后。当年因为一些恩怨，洛阳抑郁而终，死后被秦皇准许含着丽珠入关。因为丽珠当中藏有长生药，洛阳长生了800年。800年后，洛阳出世后，见人就杀，杀穿了北莽4州后，又杀到了北莽皇宫之前，距离北莽女帝也就100步之遥，直到拓跋菩萨出手才将他给挡住。此后因为不明原因被封印，徐凤年误打误撞将封印解除。洛阳苏醒后，和邓太阿在敦煌城大战，稍逊一筹，之后又和拓跋菩萨大战，将拓跋菩萨等待了多年的兵器摧毁。离开北莽来到黎阳后，洛阳入主逐鹿山，成为了魔教教主，和上一任魔教教主刘松涛一战，略胜一筹。此后又和徐凤年一起对战宋念卿和柳松师，被宋念卿临死时的地仙一剑斩伤，后又被柳松师偷袭，危急关头将修为转嫁给徐凤年，唤醒了徐凤年的前世大秦皇帝。徐凤年击败柳松师后，将修为还给了洛阳，但一来一去损失了2城。据北城一战，洛阳也是18宗师之一，一人守一面城墙，挡住北莽大军。2莽大战结束后，据北城改名为洛阳城，结局跟着徐凤年隐居去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